西城，你电脑里有邮件，应该是公司年会的照片。锦溪，你帮我收一下。好。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那串手链果然是他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赶紧说，我很忙的。我想找你求证一件事儿。求证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求证这两个字？我看到神游集团20周年庆典现场的照片。照片儿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时你告诉我，说你还没回来呢。可是我在照片里看见你了。我当时确实没有回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目的在哪儿？哦，你说的就是这个呀？那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这个人不是我，只是长得像我而已。那这个呢？我的手镯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还给我！这是我在公司门口捡的。你说谎！我根本没有到过公司，一定是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偷走的。苏妍希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偷我的手镯到底要干什么？傅博雅的事儿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这个人我不认识。贺锦熙，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啊？好啊，那你去说呀，你就让这个人醒过来以后再给你作证吧。果然是你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苏妍希，你千万不要用你这种一副想指责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觉得特别恶心。以前我一直认为你是自私自利，喜欢耍心机、玩手段，但最起码良知你还是有的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好了好了，你一个冒牌货在我面前说教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不要以为有几样东西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我就知道，爸爸那儿的 DNA 检测报告一定是你偷走的。其实你不知道吧？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就是贺锦熙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这样吧，妍希，我们来做个交易。我把检测报告给你，你把你手上的照片和手镯还给我，从此以后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去自首吧。你说什么？自首可以轻判的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的。苏妍希，你是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指证我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不想看你在这条路上越错越远。够了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东西你给不给？就算你现在就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发给郭启爽，这些证据我也不会给你的。好，这个都是你自己说的，希望你别后悔。
傅博雅的事儿是不是和你有关？这个人我不认识。贺锦熙，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啊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狙自首吧，狙自首吧，狙自首吧，狙自首吧。露露，哎，少夫人，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啊？对呀。反正我在家待着无聊，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？这……露露，那好吧。走吧。今天晚上想做什么菜呀？都可以啊，你做饭那么好吃，多买点吧。我知道少爷喜欢吃什么，我把少爷喜欢吃的都买回来，让你做呗。也行啊，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，多买一点。顾西城真的让你来监视我？是啊，常总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顾总最近处处在针对你。他针对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招惹的。安安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时刻惦记着我。常总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。安安，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，我可不愿意听。